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。第一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祈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新约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。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万代。伊会记得甲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将即个约，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赐互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